量好血壓啦，等我記錄低先。咦，賺咗 ？OK， 搞掂啦，又賺咗啦。等我量下血壓先，連接咗，得咗，又賺咗啦。為咗響應5月份中文大學嘅全民關注血壓月，鼓勵大家養成一個定期量血壓嘅習慣，我哋 HealthCap 同 Alipay HK 攜手合作，推出健康就是財富量血壓賺 A Point 嘅活動，將大家嘅健康變成真正嘅財富。大家只需要量完血壓之後咧，用 HealthCap 進行呢個記錄你嘅血壓，咁咧佢就會自動得到 A Point 嘅積分。咁積分咧其實係可以當錢使嘅，咁你可以行街、睇戲、食飯、買嘢、交水電煤都得。你完成722守則嘅挑戰之後咧，仲可以獲得額外嘅 A Point 積分。大家有3個方法去賺取呢個積分嘅，分別係透過拍健藍牙血壓計，用藍牙去記錄呢個血壓啦；又或者你可以拍照去記錄呢個血壓嘅；又或者係你可以手動輸入你啱啱量完嘅血壓。呢3個方法咧都會有分嘅，不過分數係有啲唔同嘅。如果你透過藍牙去量呢個血壓去記錄嘅話咧，你會有100個 A Point；如果你係透過影相去記錄呢個血壓嘅話咧，你會有50個 A Point；如果你係手動嘅話咧，你會有20個 A Point。記唔記得咩叫722守則咧？唔緊要，我同大家溫下書先。722守則咧，即係話1個星期量7日，早晚各量2次。如果大家好勤力咁樣去量你嘅血壓嘅話咧，連續堅持到1個禮拜，你會有額外嘅積分。繼續堅持到1個月嘅話，你嘅積分就會更加多。如果大家想知道今次活動嘅有關多啲嘅資訊嘅話咧，可以上我哋 HealthCap 個網址去睇嘅。積分數量有限，送完就即止㗎啦。大家記得積極咁樣量血壓，賺多啲積分。我哋要一齊為健康加油！